这是有关宏泰上新的动向。另外，伫其他消息方面宏泰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办公室、台北市政府甲王金平办公室21号暗时真罕日的前后来发表声明，三个人将会参加到823炮战61周年音乐响宴。歌过王革命，敢是毋是有消息安尼？下载呢，郭文婷也针对着相关的议题来接受访问，来听伊安怎讲。其实我刚才在看那个《镜周刊》跟《自由时报》一些报道，我想我都觉得，其实这蛮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第一点823炮战，这才是过去50年台海最重要的战役。然后因为这场战役有打赢，你知道那让台湾可以维持稳定到今天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你知道那我们就每年都有固定在办活动那兵役局有发请帖给人家，那人家来参加，当然是表示乐观其成就这样。但是因为韩国瑜的最大票仓其实就是所谓的铁杆蓝，你们第一次同框就选择这样的一个算是老兵的一个现场，也是希望能够从铁杆蓝的票仓做出发吗？老实讲，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对我来讲就是，反正我们台北市政府每年都有固定在办活动这个公园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是那个。我记得这公园是当年那国民党的议员立耿桂芳来跟我建议的，他还跟我抱怨说，以前那马好市长他怎么讲都不愿意做。后来我们就去从公园处去找说，哪一个公园可以变成823那个炮战纪念公园？后来找到这个地方。那你们可是活动每年都有，但是过去好像没有邀当天3个人会先私下谈吗？那人那么多，谈什么？那个大概就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纪念活动。我看好像只有一个简单的音乐会吧。那结束之后呢？结束3个人会碰面吗？我看后面还都有排行程也没有了。这活动每年都有，但是今年是第一次邀这2个人，是已经有达成共识了吗？坦白讲我们有时候请帖发给大家。人家来，我觉得蛮自然的，顺其自然就好了。市长当天蔡英文总统刚好在金门，这是一个有点像 PK 的感觉吗？我不晓得我说没有啦，我们也不知道蔡英文的行程呢，你再问我没办法回答。而且那个3个人同框可以解读成结盟成功吗？3个人同框可以解读成结盟成功吗？其实我倒觉得这样的这个。我倒觉得台湾社会有一个需要，但是是不是我们如果去符合那个台湾社会的需要，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这样的纯粹从选战技术的考量，你知道，一般来讲单一选区，你知道，只有第1名跟第2名，第3名很快就边缘化。可是，在过去这半年多，很明显就是那个。可能因为讨厌蓝、讨厌绿，还是有一大块的，所以那个所谓那个第3组，它那个空间是存在，所以台湾社会有这个需要 ，OK，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不过这样一个社会有那个需要，可是你能不能去符合那个需要？这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思考，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组合，你能不能创造一个组合是可以符合那个社会的需要，而且是可以变成个社会大多数的。台湾民众能够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那个需要，台湾社会的需要，我们是看得出来。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他的期望，达到他的要求？这是也许在未来的时间，我们自己还要再思考看看，还是要去努力的。那个地方其实是距离圆山饭店是就在下面那是不是有要跟民进党相较劲的意味？这跟民进党什么关系？因为民进党的创党是在圆山饭店。上一次凶罪。上一次原本要同台，却因为消息走漏而破局。那这一次由郭办这边来发出声明，是不是郭董有种要拿回主导权这种意味？其实对我来讲，我是顺其自然的，我不什么意见，反正还是一样嘛，就是说，台湾社会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能够去创造一个符合需要的组合，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2个礼拜之内有可能会谈到哪些合作？我也不晓得。市长是要赶在9月前有个结论吗？还是那4个字顺其自然使人得后。除了8月1号之外，你跟郭台铭是不是其实还有其他私下有见面过？
这个为什么要跟你讲？所以是有。又是3分几分角。这个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讲呢？这个没有啦，外国这想被洗呆了。这个有会试探都可以，还有什么见面？那会试探。所以有用的在下，所以你们是视讯是不是？你们是大内容讲了什么？没有啦，这个一样嘛，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嘛。这个不要随便去外供啦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拿出来讲嘛。对不对？那你怎么看韩国瑜今天抛出的第一个政见是要重启核四？这个实在是外供我不晓得，我倒讲核四是一个很头痛的题目。不过他讲那个说什么，他说2个条件，什么人民同意还是什么，还有安全，废话不。所以你认为侯友宜讲说，你认为侯友宜讲说核四是个假议题，你也认同这个说法？老实讲其实核四真的是一笔烂账，你知道？现在如果说核四确定不盖了。那过去投资到3000亿怎么办呢？这个，我看台电马上就破产了。你说要继续盖，讲比较简单的，这个到底要怎么做？老实讲核四真的会变成台湾历史上一个就是，所以我每次在演讲说有没有比贪污更严重的事？有啊，决策错误啊，就是说核四让7搞8搞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坦白讲核四要盖很困难我也知道，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也没有人敢出来说好停掉不盖了。他只要一宣布，那过去投资那3000亿就马上要结账，你知道？这个不得了，这3000亿结账，台电大概就破产了。这一次你会怎么样做？我倒讲这个是这样的，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答案的嘛。这个是蛮难的题目。那你问我的话，我有时候想说算了，就认赔杀出吧。你曾经说要在这个场地你曾经说要在这个场地走向共同的未来。你曾经说要在这个场地说要走向共同未来，这是宣示3个人要走向共同未来吗？我那再搞穿凿附会啊你。因为之前他说只是疑虑而已。没有啦，外供这个时代不用什么追踪器了，这 SNG 要追流走到哪里外供我们现在这个手机这么发达，你知道除非你要易容不然马上我们走在马路上，马上就被人家一拍，然后就上传了。所以哪里需要追踪器？所以有时候后来为什么我们要公开透明？你知道？后来想想，反正你不公开透明也是每个人都知道你去哪里。说算了，干脆公开透明好了。像你们今天市长那个酒店的问题会不会被担心被批评说查气不力？